4日咧，我哋要一齊用音樂去西天取經啦。所以最尾嘅一日咧，星期日晏晝咧，我哋要一齊唱歌同埋演奏表演嘅，知唔知啊？我哋介紹下揚琴呢一樣樂器啦。這個是什麼？是不是像2根魔法棒？好，其實它不叫魔法棒啊，它是我們彈揚琴的好朋友，它叫琴竹。孫大師好，孫大師好，小朋友們下午好，現在由我向大家來介紹我們中國特有的民族拉絃樂器二胡。我哋生呢樣嘢咧，最底呢個位係條葫蘆啊。大家加油！俾掌聲，我哋嘅前大師。我哋一齊打鼓，我哋係最叻嘅，耶！二胡好正。你唔記得咗啦？第二個咯，唔係你唔記咗啦？我接幹嘛？樂韻飄揚歌曲牽你心，萬眾歡騰掌聲更動人，伴你一途高聲呼喊，越過烏雲，快樂繼續行，燦爛過一生，聲音已留下烙印。嚟到呢度咧，係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主辦嘅第3屆澳門國際藝術節，呢個係中樂小天團嘅音樂營成果展分享會。